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被中共囚禁的维吾尔著名诗人和教育家、新疆教育学院的教师阿布莱提·阿布多惹西提被指控对稳定构成威胁，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并在图姆修可监狱服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回答记者，表示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和卫报等媒体的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将在周一的电视辩论中表示，中国是英国最大的长期威胁。他还将公布遏制中国软实力的计划，关闭英国境内的30所孔子学院。俄罗斯央行报告称，欧洲减少了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但对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出口持续增加，抵消了损失。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周二承诺提升两国包括农业和食品安全领域的双边贸易，扩展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印尼总统会见了习近平。访问期间，双边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球海上支点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疫苗生产、绿色发展、网络安全和海洋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重申了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的要求。